觀眾們，你而家聽到嘅呢個聲音，係咪好似有兩把聲喺度合唱緊，一把喺度唱低音，另一把喺度吹口哨呢？如果我話俾你知呢種咁神奇又魔幻嘅聲音，你都做得到，你又信唔信呢？歡迎嚟到奇芒度，今日我哋就要挑戰你嘅聽覺極限，解鎖一項人類聲樂界最強嘅超自然技能——多聲部泛音唱法。泛音唱法之所以神奇，係因為佢做到咗喺物理上看似不可能嘅事，只係用一個發聲器官就可以發出兩個清晰獨立嘅音高，一個係低音嘅基音，另一個係高音嘅泛音。咁點解會有兩個音呢？原理其實係物理學。當你發聲嘅時候，你嘅聲帶唔單止會產生一個主頻率，仲會同時產生一系列更高頻率但相對細聲嘅泛音。我哋平時講嘢、唱歌，喉嚨會自然過濾咗呢啲泛音，所以我哋聽唔到。但泛音歌手就好似聲學界嘅魔術師咁，佢哋嘅秘密武器就係改變口腔、舌頭同埋嘴唇嘅形狀，通過精準咁調整口腔、共鳴腔嘅大小同形狀，就好似用放大鏡一樣，將某一個微弱嘅泛音突然放大。當呢個被放大嘅泛音足夠大聲，佢就會脫離基音，成為一把清晰嘅口哨聲，同基音形成咗和音。所以兩把聲都係由同一組聲帶發出，只係一個係主要聲音，一個係被放大嘅回音。呢種奇異嘅唱法唔係喺城市中嘅錄音室發明，而係源自亞洲廣闊嘅大草原，主要係蒙古同圖瓦呢兩個游牧民族地區。喺呢啲地方，呢種唱法有一個更出名嘅名字，叫做呼麥。喺古代，游牧民族嘅生活與大自然密不可分，佢哋相信萬物有靈，所以呼麥嘅起源好多時係為咗模仿大自然嘅聲音。試想像下，低沉嘅基音可以模擬風吹過峽谷嘅呼嘯聲、馬匹奔馳嘅啼聲，甚至係河流嘅低哮；而高頻嘅泛音就好似雀鳥嘅鳴叫、山谷嘅回音。喺圖畫，佢哋將泛音唱法發展到極致，仲細分出唔同嘅風格，例如食基專注於高音尖鋭如口哨嘅泛音，而卡蓋拉則係一種非常深沉低音，就好似喉嚨深處發出嘅怒哮咁。呢種唱法喺中亞唔止係音樂，佢仲係一種精神儀式同生活哲學，代代相傳。好多人喺細細個就開始學呢種唱法㗎啦。睇完咁多，你可能最想知到底我可唔可以學得識？答案係絕對可以。佢並唔係天賦，而係一種可以通過練習掌握嘅技巧。關鍵其實唔係聲帶，而係舌頭嘅控制力。簡單入門3步驟：首先嘗試發出一個極之低沉放鬆嘅烏聲，揾到你喉嚨最底嗰個基音，之後慢慢將舌頭向後捲曲，好似你嘗試發出 L 音或者 R 音咁樣，但唔好接觸到上顎。然後嘗試用嘴唇做一個好細嘅圓形，然後再張開，就好似喺度吹蠟燭咁樣，同時保持聲音唔變。呢個過程係訓練你嘅口腔共鳴腔。當你做啱咗之後，你就會聽到嗰個高頻嘅泛音浮上嚟。初學者通常會先聽到一個微弱嘅電子聲，慢慢就會變成清晰嘅哨音啦。不過請謹記，呢種唱法最重要係放鬆同耐性。如果你覺得喉嚨痛，就一定要停同休息。呢種唱法已經唔再停留喺大草原上，喺現代音樂界，佢已經成為咗一種極之型格嘅音樂元素。喺好多前衛嘅爵士樂、搖滾樂，甚至係電子音樂入面，你都可以聽到泛音唱法嘅蹤影。呢種聲音為歌曲增添咗一種神秘感、原始力量同埋獨特嘅層次感。佢唔單止係一種技巧，更係一種另類嘅樂器。好多電影嘅配樂都會用喉音唱法嚟營造史詩式或者超凡脫俗嘅氛圍，因為佢嘅音色真係有種唔屬於凡間嘅感覺。好啦，今日嘅奇芒度冷知識就到呢度啦。你睇完之後，係咪對呢種又神秘又魔幻嘅唱法有咗全新嘅認識呢？一個聲音，兩種音高，多聲部泛音唱法完美示範咗人類嘅發聲器官可以做到幾咁不可思議。你又成唔成功發出泛音？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你嘅體驗同埋你最中意邊種風格啦。如果你覺得呢個冷知識夠奇夠 Mondo， 又中意呢條片，就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。訂閱奇 Mondo，我哋下次再見。
繼續探索更多世界嘅奇異角落。